来关心按111项年度开始，中小学爱甲本土语言当作必修，但个师资是大问题，根本无够格。要安怎保护这？教育部当地想办法。 国校内学生对老师念台语，为111学年度开始，唔那国校啊，高中嘛拢爱上本土语言课。台师大台文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的吴延民，伫9月摕到教育部中等学校本土语言台语文的教师证，嘛是国内头一个中学专业的台语文教师。我的第一专长本来就是台语文，第二专长则是中文科，就是讲真幸运有拄好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就赶紧就加科。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，本土语言教师是以全职为主，教育部嘛请培育师资的大学配合加开课程。即马时代做法是配合教育部方法。第一，他修教育专业26个学分，修完了后，伊一定爱有伊本土语言的迄个教育专门。 所以这种学生啊，除了后去教册绝对无问题。以台语来讲，除了正统师资培训管道以外，教育部嘛透过一寡方法，要来补足师资无够的问题。举例来讲，就是一般我们正式师培会培育的，就是他未来会持有闽南语教师证、合格教师证的老师，他会是专任的老师。那第二类的就是他是现在已经是老师，在职老师，但是他有中高级的闽南语认证。那第三类呢，就是他目前并没有教师证，但是他有闽南语的中高级的认证哦。那他就需要经过一些教学职能的培训。教育部说明，配合国教署调查目前各县市需求，规划3种人员会当先来进行本土语言的教课。伫聘用老师的时阵，会依照顺序，先以有台语教师证的为优先，第二是在职老师，最后则是教学支援人员。不过，针对支援人员当时退场，阁需要进一步讨论。记者苏晴、张若水台北报道。